浪琴香港瓶3號遠飛標槍，上屆冠軍喺讓賽達人莫艾成跨下，仍然能夠大勝2個幾馬位，證明呢匹馬非常適應沙田呢個場地。今仗用熟悉香港嘅艾少禮跑，唔使擔心陣上發揮，應該可以衛冕。2號班霸實力，抽到個靚檔，形勢大好，3甲穩陣。5號同工之妙，如果臨場落雨一定擺佢行頭。呢匹馬嘅實力係全場最高，但乾快地會削弱佢嘅實力。7號安請，揀翻一隻港隊馬，3344預埋佢。浪琴香港短途錦標，毫無疑問，1號香港馬王家英高升響呢度級數超咗幾個馬位，上仗輕取一眾對手，今仗亦冇懸念。2號李健夢境，用天下第一高手莫雅發揮會高少少，但不至於威脅到家英高升。3號金鑽貴人，支持國際賽唯一華將梁家俊加油。4號驕陽明區，賽神仙蔡約翰擺到明係部署今場，3甲點都要拖佢。浪琴香港一哩錦標，今場14隻參賽馬，一個華將都冇。2號澳遊氣泡3冠馬王，幕後揀翻16，就係貪佢容易食。14號巧獸生花有力挑機，今場外隊黑馬就係呢隻。9號陽光勇士神蘇合作愉快，冇理由劃咗佢。11號合夥奔馳由董明朗轉為強配紀仁安，3344係爆呢隻。浪琴香港杯得返7匹馬上陣，睇嚟大家都怕咗浪漫勇士。呢場嘅特色係所有騎師都係客串，成班短期合約外勞，近年少見。7號健身心抽到個靚檔，預料可以守好位跑，黐馬受讓幾磅成為優勢，有力爭勝。1號浪漫勇士連續3屆香港杯冠軍，但上季遠征中東已經有老退跡象，加上上仗贏馬時間太慢，不能作準。事不過3，寧願搏其他馬。2號寶萊歌劇呢匹日本馬今年表現好好，跑2次1級賽，一 win 1 Q， 用日本騎師陣上發揮預咗差少少，但3甲都要預佢。5號直線力山上仗轉頭大衛希斯馬房復出，有唔錯嘅表現，一檔啱呢匹馬發揮，3344要拖佢。DWQ 賽馬頻道已經設立會員區，將於每個香港賽日提供投注策略，每個月只需50蚊。仲等？即刻撳加入我哋，收聽我哋嘅獨家猛料啦！多謝收聽，請訂閱、分享、讚好及留言。